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公共自行车。今天有很多媒体报道说多地宣布公共自行车项目停止运营。这里所说的这个公共自行车项目是政府主导的不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共享单车。这个经济观察报报道他说近期多地宣布公共自行车项目停止运营，如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公告称，根据该县公共自行车运营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公共自行车将于5月28日终止运营。这个澎湃新闻也报道说这个和县公共自行车系统于2016年2月正式运营，县城主城区共建成50个公共自行车站点，主要设置在商业中心、公交车站、旅游景点和学校、医院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这个5月28号终止运营有需要的市民在2025年6月28日前办理公共自行车骑行卡押金退款业务。大家看视频近期多地宣布公共自行车项目停止运营，如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公告称，根据该县公共自行车运营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公共自行车将于5月28日终止运营。安徽省滁州市南桥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日前也对外宣布，根据南桥新区公共自行车运营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公共自行车将于2025年5月27日终止运营。如需办理公共自行车骑行卡押金及余额退款业务的，请在2025年6月27日前办理。山东、黑龙江也有地区宣布公共自行车停止运营，对外解释为设备旧。这个澎湃新闻说多地公共自行车退场，有的设备严重老化，部分废弃车停开拆。这个安徽省滁州市也对外宣布，什么经研究决定，公共自行车将于2025年5月27日终止运营。不光是安徽山东、黑龙江也有地区宣布公共自行车停止运营，对外解释为设备老旧。如山东省东营市公交集团宣布，东营市公共自行车自2015年投放至今已陪伴市民10年时间，因公共自行车已达报废年限，拟于2025年6月30日停止运营。请办理过公共自行车卡并缴纳过保证金的市民朋友，携带身份证原件、公共自行车卡尽快办理退费。那么黑龙江省大庆市然后这个山东烟台、安徽阜阳、福建莆田、浙江常山县都不约而同的在近期宣布终止运营。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我看了一下宣布停止运营的这些城市他们这个公共自行车项目就是由政府出钱主导的。当然了，这个是便民措施便于老百姓出行的，解决城市交通最后1公里这么一个措施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在2014年、2015年、2016年这几年上马的。那你一算到现在10年，有的已经到了这个报废的年限，有的恐怕也快到了，所以集中在这个点都纷纷宣布退出。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点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共享单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共享单车就是2010年前后，大概2011年。当然了，你这个共享单车它由这个北京、上海1线城市先开始，到达2线、3线城市要个过程。你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杭州大概在2010年、11年开始搞这个，那个时候叫 ofo 小黄车。我的印象中有几十家这个共享单车品牌在各个城市布局。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我的印象中最开始小黄车就是那个还什么摩拜单车，有10几家疯狂的竞争，他们背后都是不是马云就是马化腾以他们为首的这个海内外的资金在疯狂烧钱，各个城市布局。就在这种局势下，很多城市居然拿这个政府投资搞这种公共自行车项目，现在又把它拆除。我认为应该有人为这个进行检讨。公共自行车项目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来解决老百姓的出行，但是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要政府掏钱？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政府还不缺钱，这个房地产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政府卖地那个钱是一大把的，不知道怎么花。所以在明知有什么共享单车在布局的时候，他们依然选择对吧上马这种公共自行车项目。尤其是很多城市在2015年、2016年还上马。2015年、2016年那1线城市那个叫共享单车已经是厮杀的一片叫什么红海如果说你是杭州，你是深圳，那个时候共享单车刚起步，你也不知道这共享单车能搞到什么地步，那么
政府为了解决老百姓出行啊，政府出钱搞公共自行车项目还能说得过去。但是啊，你2015年作为3线城市、2线城市或者4线城市，明明已经看到1线城市那儿这个共享单车已经发展成这样了，你还上马公共自行车项目，这个难道不是一种浪费吗？很多人恐怕不记得啊，当时这个共享单车竞争多惨烈啊！刚开始的时候骑行就基本上不用花钱啊，但是它需要押金。我记得啊，那个小黄车啊是99还是199啊押金，然后什么还有橘子单车一大堆的啊。后来人家推出免押金，只要你用支付宝扫或者什么扫，不要押金。慢慢的押金就取消了啊。刚开始是10几个品牌在竞争，后来慢慢的就互相收购啊，好像就变成2家吧，一家是小黄车，一家是这个橘子叫什么橙色的，后来就变成这个美团，对吧？他把人家收购了，阿里收了一家，对吧？现在基本上这个自行车啊，共享单车好像就这2家在竞争，剩下的倒被收购。我记得当时啊，我也不说什么地方了，反正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它的公共自行车项目，它是疯狂的限制这个共享单车，对吧？它要求每一家你投放不能超过多少辆，因为那时候竞争非常激烈，就谁投放的自行车越多，谁对吧就有可能胜出啊，它的数据好看，骑的就多啊，用户数就多啊，那就是都是背后在烧钱。那个时候我记得天津啊，那附近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专门生产自行车的一个镇，全国恨不得1/3的自行车都是那儿生产的。这些共享单车的企业去了啊，直接把人家全年的产量都承包了。你就玩命生产这个共享单车，一辆车多少钱，人家集采。共享单车的这个发展啊，直接把自行车的生态给改了。以前咱们在大街小巷还能看到修自行车的，没了。然后以前还有偷自行车的，没了。你偷自行车卖给谁呢？大家有没有发现？然后这个生产自行车的都是接订单，都是定制化生产，你得按照人家企业的要求去生产。然后自行车的经销商没了。以前大街小巷还有卖自行车的店嘛，现在你找不到了，已经，你只能找到那种叫什么？那是专门这个专业的骑行爱好者卖这种自行车的还有。所以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它的公共自行车项目，它打压这个共享单车，限制它发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啊，这个公共自行车项目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拍脑门项目。也就是说，即便到了2016年，对吧？你不看北京、上海发展成什么样，你也不能搞这个公共自行车项目。为什么呢？它是有先天缺陷，都是给老百姓提供这个出行方便。但是这个公共自行车项目啊，大家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啊？它这个还车特别麻烦，它这个建设成本也高，它每个地方必须建这个停车的棚子，完了之后呢，要搞那个停车的桩，这就导致这个你要让老百姓这个解决最后1公里非常方便啊，随骑随停，那你就得满大街到处建这种亭子，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对吧？你在一个小区门口啊建一个亭子得多少钱？关键还不够啊，人家小区4个门，你这4个门你得建，你不建的话人家不方便，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先天不足，它是个跛脚系统，它不是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对吧？现在你看共享单车，它刚开始是可以乱停的，共享单车以前刚发展是可以骑进小区的，你可以骑到你们家门口，楼下也行，对吧？这个用过的人都知道，后来才慢慢的规范啊，这个自行车你不能骑到小区里面去，你得放到小区门口。后来是慢慢的规范啊，你这小区门口还不行，对吧？你得在指定地点，它画一个方块，通过定位，你这划的那个区域，它车才能锁得上，就慢慢的规范了。但是这个也比那个公共自行车要方便的多啊。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些城市啊，不上马这个公共自行车，纯粹就是拍脑门，就是那个背景下啊，政府的钱太多，打着各种旗号把它花掉。这个澎湃新闻报道啊，说据微信公众号阜阳日报5月28日消息，说最近几天不少市民发现街头阜成公共自行车叫小绿啊，正陆续撤离。据了解，5月初阜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公告，对阜成公共自行车及配套设施一批进行拍卖，参考价177万。该批公共自行车及配套设施包括自行车6500辆，双离柱式锁车器9940套，站点控制器250套，底板4970块等物品。拍卖成交结果公示显示，该批物资被安徽众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以总价179万元竞得。作为一个城市的一个公共自行车及配套
设施，最后是以废品的价格卖了179万，这个绝对是废铁价格啊！你想啊，这个一辆自行车你就按10斤吧，对吧？6500辆那是多少斤呢？然后双离柱式锁车器9000套，那个一套你按100斤算，那是多少斤呢？什么站点控制器、底板4970块，这你最后你一算，肯定就是不到1块钱一斤呢，这不就废铁的价格吗？该报道回顾到说，2014年10月，阜阳市城区公共自行车1期项目以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为建设运营单位。2015年1月，阜阳市首批200个公共自行车站点亮相。数据显示，仅2015年小绿借车量达1468万次，日均骑行超4万次，高峰时市民办卡数量超过11万多张，最高日骑行量达5万余次。2018年后，随着共享单车进入阜阳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共享单车。这个很显然呢，你共享单车方便啊，拿手机一扫，对吧？也不用办什么卡，押金都不需要的，随骑随停。你那个公共自行车还去办卡，非常复杂。北京的那个公共自行车啊，我记得当时办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身份证还是什么，反正证件啊。根据这个阜阳微信公众号阜阳日报这个说法啊，2015年1月，也就是它这个公共自行车这个系统啊才开通，到了2018年就不行了，因为共享单车来了，年轻人越来越多的选共享单车，那也就是整个就3年时间。这3年啊，我们也去查这个它招标啊，这个公共自行车项目一共是多少钱？大家想象一下吧，没个几千万1个亿的这个项目能搞下来吗？6500辆自行车，对吧？200个站点，双离柱式锁车器9000多套，这个加上施工啊，我估计你就按5000万算吧，你最后是卖了个179万。最重要的是啊，从2015年到2025年10年，你运营花多少钱呢？这玩意不是说装好放那儿就行啊，它还运营还维护啊。所以说啊，在这个公共自行车及配套设施这一块，还有运营维护，那政府这10年花了海了的钱，最后把它一拆卖179万，你说这个项目多大的浪费？它真正的使用只有3年，也就是这3年啊，这个共享单车因为还没有到它那个地方，或者到那地方不普及不够多。2018年以后的共享单车就越来越多，全球第2大 GDP， 大家老问钱去哪儿了？你看了这个，你知道钱去哪儿了，对吧？钱到大头那儿，大头就这么花掉的。当然呢，它出发点它打的旗号是好的啊，方便老百姓出行，也不管你有没有骑着车，反正你已经买单了，因为钱是大头里出的。痛定思痛啊，说这个项目搞错了，我们不能再犯。但不是啊，但有的地方他就不信邪，还要继续来，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啊。这个还是澎湃新闻报道啊，他说如此同时啊，也有部分地区公共自行车项目进入更新换代。你说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对公共自行车项目还要投钱去更新换代。4月24日，福建莆田市公共自行车3批项目资产转让拍卖完成。据当地媒体消息，莆田市资源循环集团下属子公司叫莆田市资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7780万元竞得。这个莆田市的公共自行车啊，他最后不是卖废铁卖掉的啊，他最后卖了7780万元。你说谁会花这么多钱去买它呢？人家阜阳那个啊卖掉了，那是个对吧？这个再生资源不就是收垃圾的吗？把它当垃圾收了。福建这个啊，显然不是收垃圾，因为7780万呢，谁花这么多钱去收垃圾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说啊，按照市政府文件精神，莆田市资源循环集团将依托全市各公共自行车站点展开一系列升级动作，不仅会安排公共电单车闪亮登场，还会搭建智能充电网络，构建城市智慧绿色出行体系，解决群众出行最后1公里难题。消息称，莆田市资源循环集团将继续履行国企担当，强化为民服务宗旨，为保障项目公益性，让市民出行既方便又省心。该集团将提供公共自行车服务不少于5年，且收费标准参照莆田市现行标准。这么一解释就说得通了啊！莆田市资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啊，它是国企，莆田市的，他把莆田市公共自行车3批项目资产买了，那就是替政府接盘。接盘之后干什么？他还不是当垃圾，他要继续往里投钱。那国企要继续往里投钱，那不就是政府往里投钱吗？也就是说，在这上面栽跟头还没栽够，还要继续花钱。这个如果是一家民营企业把它收去了，你比如说美团，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出行的那民企啊，人家布局布到莆田，他收了那还说得过去，继续由大头来收啊。收完之后干什么呢？升级，要搞
公共电单车，就可以充电。这个可能是莆田这个财政状况还可以吧，不知道钱往哪儿花。实际上这个跟那个修广场、修那个仿生树啊、修老干部中心，把那个马路铺开是一个道理啊。这是为了方便啊老百姓出行。现在给你升级成电的，你蹬的不是累吗？那自行车蹬着累，给你升成电单车。不光是福建莆田啊，这个浙江常山也是这样啊。它是公共自行车项目，自2015年正式投入运营，距今也有10年。自行车及站点设备严重老化，已达到运营报废年限。常山县交通运输局4月介绍，鉴于常山县公共自行车项目运营期届满，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市民们骑行体验，决定对常山县公共自行车项目进行全面升级。4月30日实施起，全县34个公共自行车站点正式停止运营。它这停止不是把它当垃圾卖掉啊，它是进行升级改造。预计2025年6月底，新一轮公共自行车项目将恢复正常运营。也就是实践证明啊，这种公共自行车项目是不适合，它有先天不足。但是为什么到了10年这儿，有的城市没有办法把它停了，有的城市还要一意孤行呢，对吧？实践证明这玩意就是赔钱，就是烧钱呢，而且也解决不了老百姓出行问题。但是他就是往里投钱，实际上说来说去啊，就是地方财政。有的地方财政没钱，只好把它当废铁卖掉，他没钱往里烧。有的地方还有点钱，那这钱怎么办呢？你不烧这些项目，上上下下吃什么呢？大家怎么赚钱呢？你不修马路，对吧？你不修广场，你不搞这些工程，哪个工程不是打着为老百姓好的旗号啊？工程嘛，就是唐僧肉嘛。你只有这样的工程，这个县城婆罗门呢，他才有钱赚呢，对吧？明知这条路走不通是没有意义的，他非要这么干，这不就严重浪费吗？这就是为什么啊，大家都觉得累。咱们 GDP 5%增长，4.5%增长，完了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但是人人好像过得都不痛快，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觉得卷，都压力大，幼儿园的小孩都觉得卷，压力大，这是为什么呢？对吧？一边是天量财富，一边是大家都觉得累卷，但问题就在这儿啊，严重的浪费，而没有人为这个负责任。像这种服务啊，你就交给京东，交给那些民营企业，他们已经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了，充分竞争，对吧？你根本就不需要花大头的钱，什么真是电单车，你只要给美团一张牌照，他马上就去干。美团不干，京东会干；京东不干，阿里会干，对吧？像这些领域啊，明明可以交给这个民营企业去干，你又不是什么战略核心的什么领域啊，危及国家安全的，你说非要国企干，非要拿大头的钱，你像这些，对吧？完全可以让民营资本去干呢，赚了是他的，赔了也是他的。哎，不，他非要国企来干，政府还要投钱，那点钱不烧掉啊，那个大头不烧掉，他心里不踏实。大头的钱不烧白不烧啊，烧了也是白烧啊。都2025年了，对吧？还有地方一意孤行，还搞这种项目。最后我们再说一说啊，昨天咱们节目说了这个地铁，那现在还债的时候了，到了买单的时候，这个共享单车买单简单，把它卖给收垃圾的，对吧？这个对老百姓影响不大，你整个的投入不算太多嘛，盘子不大，有钱的还接着往里投钱，没钱的就给它停掉。这是公共自行车。那公共交通，你比如说公交车，那地方政府没钱，他换不起车啊，有很多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到期，他换不起，只好停，线路也停。这个影响有，但是好像也不影响面子，它并不是所有的公交线路都停了，它原因就是没钱啊，政府没钱往里放。那地铁要停，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地铁又不能停，还得往里放钱，还得烧，这吞金兽啊，都得买单。高铁也一样，无论是公共自行车还是公共交通啊，公交车还是地铁还是高铁，这里面都涉及到一个是决策，是不是有一哄而上、大跃进的这种成分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要买单。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啊，最好是把大头的钱，对吧，由私人，对吧，自己掌握，自己对自己的财产负责任，自己决定怎么花。以前啊，80%的资金财富都集中到大头手上，我这个说的不一定准确啊，80%到了大头，20%在这个韭菜手上。我记得是有个数的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叫居民的这个消费啊，占 GDP， 我们好像是30%吧，多的人家是60%，就是居民自己手上钱，这个消费的钱占 GDP， 我们是比较少。那言下之意就大头多嘛，现在应该倒过来，对吧？大头拿30%，居民部门拿70%，也只有这样啊，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的话啊，一边是这个年年增长的 GDP， 一边是
一年比一年压力更大的牛马，这个矛盾呢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不可调和。因为这个不是咱们胡编乱造，对不对 ？GDP 是不是每年在增长啊？今年第一个季度好像4%点几啊，那是不就是每个季度都在增长吗？但是大家感觉压力是不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卷，对吧？这就是事实啊。那为什么 GDP 在涨，那大家卷呢？越来压力越大呢？按道理说 GDP 在涨，大家压力对吧不会越来越大呀，顶多保持跟以前压力一样，对吧？但是现在各行各业、各个职业、各个年龄层的，无论你是学生还是你是码农，对吧？无论你是8岁还是80岁，大家压力都越来越卷，对吧？正能量能不能解释这个现象？欧洲啊，对吧？它的 GDP 增速顶多1%，有的国家是负的，也就是他们国家那个经济是在衰退，负增长，但是好像没看见他们老百姓天天叫苦啊。那我们是4%、5%的增长，为什么大家都在叫苦？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